迎大家做伙来欢喜。为什么要用台语？因为我YouTube 的水讲啦，我的水讲头顶拢是大部分讲台语的。哦，水讲 YouTube 叫水讲哦。YouTube 真正是水哦，讲。安尼我试看卖啊咧。讲台语。哦，这有点难。我也有点难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老师，这是花花教室啊，这是花喜烘焙。今仔足欢喜的，恁来到遮，甲我啉阮的咖啡，会使闻到花香的所在。欢迎大家来遮，甲伊当作敢若倒去家己的厝共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欢喜的快乐员工。这是一个岛人的老厝翻新的店家。哦，咱遮有好食的鸡卵糕，啊嘛有做好啉的咖啡，啊，搁有足侪桶的哦，就顶来欢喜。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发现到这条街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是花艺设计师，所以我到那个前面的庙送花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老屋子它是废弃的，几乎都是废弃的，所以它旁边本来这一块地它是全部都是杂草。那我们对面还有我们周遭这个空地全部都是杂草，但是我看到这个老屋虽然很残破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看着它，我来来回回其实来了好几趟，好，然后我一直看着它，它好像跟我讲说，就是我这样子，所以我把那个老屋重造的那个故事，我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廊道上面，因为这条街目前还是禁建。新昌街这条街是禁建的，所以无法度改建，无法度起厝，无法度建设。但是我感觉，因为伊无法度建设，所以伊保留足侪较早都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。像我们斜对面有一个那个头角厝嘛，吼，那个应该是我想应该是超过100年了啦，吼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，应该可以把它打造成一条就是很古老。很有风韵的一条老街，在很多人的角度上来讲，安尼拢袂发展，但是我感觉袂发展，伊有伊的价值存在。所以这个老屋虽然伊干那40几年的房子，但是阮改建的时阵，阮干那改修整俩，好，所以伊一寡好壁砖，一寡。譬如说那个铁窗，铸铁窗，对，铸铁窗，对啊，阮拢是改保留，然后做修复的动作，好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其实安尼真水呢，我一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哦，足介意，而且是伊的洗石啊，我搁袂去看迄个石啊是啥石啊，因为即马洗石啊足特别的，你人远远看是一种是，你若近去看吼，伊无一定是足侪种是卡在头顶的，啊，搁伊个这个真特别，就是伊有迄个水泥砖、水泥的空心砖，它就是水泥气密窗，是，那对面嘛有啊，对，就这，是，这就是1970年60年代、70年代吼，台湾店来咧用的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客人来到这里，就很像我们是返乡，现在已经不是青年了，然后返乡老欧巴桑了。但是我们放起来35年。谢谢。啊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很重要的，保留的心情很重要。啊，为了开这间店，我嘛去学冲咖啡呢，手冲咖啡。对啊，发现这中间是很多很好玩的故事啊！一寡老伙啊，我拢会甲因伫遮散步嘛吼，啊，因拢会讲故事啊，伊就讲啊，这条街叫蚵仔营啦吼，因为遮较早拢是学区嘛吼，啊，较早上面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温度的事情。真出名的，咱这较外山区拢讲蚵仔吼，对，蚵仔营，对，啊，咱拢袂讲学校。有的人是讲，我要去学校去读书，有人讲我要去蚵仔，有人就听不了，蚵仔，什么蚵仔？蚵仔就是学仔营，我要去学物件，有无？哦，学仔营，因足共的，蚵仔甲蚵仔，其实拢共款，不是蚵仔。哎呦，卖个录影啊！风景优美。我不会讲，你重来一下。不是，我不会讲这